月天同多隊台灣樂團獲邀到日本參與 Summer Sonic 大型音樂節，同 Green Day 及 Rihanna 等世界各地嘅歌手同場演出。完成大阪同東京嘅表演之後，一眾台灣樂團喺當地出席記者會，分享演出感受。原來大阪開 show 當日遇上惡劣天氣，音樂節仲一度要終止。其實五月天這次在大阪演出的時候，然後剛好我們演出結束就有非常大的那個雷雨，而且那個打雷還劈中了附近的建築物，讓我們附近都停電，然後主辦單位也緊急疏散這樣子。不過接下來我們在東京的演出就比較順利一些。五月天曾經同唔少日本樂隊合作，但主音亞信呢日就自爆，原來佢哋最感興趣嘅日本歌手，竟然係一對女子偶像組合。我們五月天喜歡的日本的音樂人也很多，那也邀請過 GLAY、Beats 在我們的專輯裡面誇到。那同時今年我們也會為新進的樂團 Brompo 在台灣發行專輯。那另外，我們絕對不會跟大家講，其實我們真正最喜歡的是 AKB48。五月天計劃出年2月再去到日本開演唱會，仲話希望將來有機會攻陷東京巨蛋。其實五月天如果能有機會到日本表演，就蠻開心的，所以就覺得什麼樣的場地都好，再小的場地我們也都會很樂意。對，那如果真的要說一個的話，我想就是 Tokyo Dome 吧。東京巨蛋就暫時未有得去住，不過一場嚟到，演唱會又圓滿結束啦。五月天佢哋都想去女僕咖啡慶功啊！而家資訊發達，咁大